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1年的8月1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50篇第16到23节，撒母耳记下卷第12章15到25节，以弗所书第4章17到24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基督里的新生命。在过去的礼拜天主日的信息里面呢，我们的神学森林同学他提到了彼得受呼召，然后彼得的生命的改变，他从一个骄傲不太懂得感恩的人变成一个谦卑认罪的跟随者，他接受了耶稣基督这个得人如鱼的呼召，成为了耶稣基督的跟随者，或是说门徒，甚至所谓的使徒跟基督徒们，我们必须要能够有生命的改变。事实上，生命的改变不能如同变魔术一样，这样子就完全的改变了，就完全的不同了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新的生命必须有一个形成的时间跟过程，我们必须要被改变，因为我们若不改变的时候，就会如同耶稣基督的使徒犹大一样。诗篇50篇16到20节里面提到了，但上帝对那些作恶的人说，你有什么权利来背诵我的诫命？你是谁，竟谈论我的约？你厌恶我的管教，你拒绝我的命令，你遇见盗贼就跟他做朋友，你跟淫乱的人同伙，你的嘴巴随时说坏话，你的舌头到处撒谎，你随便毁谤自己的亲人，专向他们吹毛求疵。这些都是生命没有改变或是没有被改变的人们所做的事情。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旧约这样的故事的背景，有许多人质疑了大卫跟拔示巴的孩子何辜啊？上帝竟然让他死。我们暂时不论上帝如何预言这个孩子的死，我们反观来看大卫自己面对这样的事情他的态度。他对仆人所说的话，他说，是的，孩子活着的时候，我尽时哀哭，因为我想上主可能怜悯我，不让孩子死。现在孩子死了，我为什么还要禁食呢？我能使孩子活过来吗？有一天我要到他那里去，可是他永远不能回到我这里来。大卫能够这样想，是因为他知道上帝才是生命的掌权者。上帝是否要保守、看顾、医治，那个决定权、那个权柄是在上帝的手中。当孩子还没有死亡的时候，他认为还有机会求上帝的怜悯，而且这个必须要让上帝来做主。一旦孩子已经死亡，即便是这种禁食啊、哀哭啊，也没有办法改变事实。这样的生命态度，就如同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一样。耶稣祷告说，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将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这是大卫王在犯罪得罪上帝以后生命的改变。当他贪爱乌利亚的妻子美色的时候，他认为自己是可以操控一切的，包括他可以陷害乌利亚的生命。然而实际上是他对生命其实是没有能力去掌控的。在
基督里的新生命就必须如同大卫王一样，面对自己的错，并且愿意承认自己的不足，然后将生命的主权交给上帝。保罗在写给以弗所教会的基督徒的书信里面，他这样提到：我现在奉主的名郑重的劝告你们，不要再过着像外邦人那样的生活，他们的思想虚妄，心地黑暗，跟上帝所赐的生命隔绝了，因为他们全然无知，刚愎自用。他们丧尽了羞耻之心，纵情之欲，无拘束的做各种败德的事情。这个就是所谓的应该去旧的部分，就是不好的，不属于上帝的特质，不是属于基督的生命。那后面他提到的从20节开始就是一个更新。他说，但是你们从基督所学的却不是这样子，你们无疑听过他的事，做了他的门徒，学到在耶稣里才有的真理。那么你们要脱下那一向使你们生活不在腐败中的旧我。那旧我就是由于私欲的诱惑而腐化的人。你们的心思意念要更新，要穿上新我。这新我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，这句话非常重要。这新我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，表现在真理的所产生的正义和圣洁之上。就如同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里的书信里面也提到了，他说旧事已过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。哥林多后书第5章17节。在耶稣基督里的新生命，就是说我们领受了新的恩典，就必须活出新的样式，将旧的不属于基督的样式的生命给丢弃，成为新造的人。而事实上，这个新造的人其实并不新。经文告诉我们，是上帝的形象所造的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亚当的原型。我们必须要脱去那个亚当，因为亚当所带给世人的罪性，回到再次的回归到这个上帝原创的生命里面。这是一个又新又活的生命，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救恩，透过这样的恩典来给我们的。虽然在过去的1年多当中，全世界经历了武汉肺炎，非常的严重，许多的国家地区从非常严重的疫情慢慢降低到解封，但是非常可惜的事情，他们没有改变基本的心态，他们没有改变生命的一个态度。因此我们看到几个月下来，1-2个月来，我们看到许多的国家解封的速度太快，人民配合的程度不足，造成疫情又再度的爆发。这些都是肇因于生命没有被更新，他们还是维持过去没有疫情时候生命的态度。我们再继续来看思想，就从今年的东京奥运来看，我们看到许多今年的这个台湾的选手，他们一改过去那种参赛的态度，不再以那种只有为了得奖的比赛这种态度当成目标而已，他们反而是享受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。无论是输或是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年轻的运动员有非常棒的参赛态度。
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以及被提醒的。正如基督徒也一样，我们得恩蒙召，就必须活出蒙恩的新生命，在基督里的新生命，不要活在过去那种错误的生命态度里面，这样我们才能够成为美好的见证。